上爱啉的物件。阿妈豆上爱啉的，你咩？牛奶，不是，三二三个哦，嘿，巴黎。啉的，恁爸你叫你问我讲要摕什么种去阮厝？是的，哎，你啥番茄汤啦？好没？水。好，后一个。第二题，两个字，少年人来耍的。少年人啊，少年人咧耍的，两个字，少年人咧耍用的，电脑、手机啊，电手机啊，手机啊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手机啊妹，用手机啊咧耍，啊是要 pass，太伤困难对，啦伤困难难啦啊！ pass。 ，pass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会使落去啊。会当录影。这可能嘛伤困难啊哦。难啊！啊是你 pass 第一题，你刚刚讲阿妈呀，你 pass。 pass。哦，这才。第二题，两个字，买物件的时阵要创啥？手机，不是对，买单的时阵，嘿，啊，有足侪人要创啥？遮侪人诶，你去买物件的时阵，啊买单的时候，遮侪人诶。你马上看目排前嘞，剩小啊，你看，排队啊。对，排队。对，就是拜阿公，你马上讲话。